上星期係六四天安門鎮壓33週年，內地有中國自由派支持者親自去到一處廣場，重拾8·9民運學生衣着同埋坦克人手上嘅膠袋，又點起白蠟燭拼砌出8964字樣，悼念六四事件。據稱嗰個人係內地00後青年葉鴻文，曾經喺 Twitter 表明六四會去中心廣場遊行，無論代價，之後再上載喺廣場內紀念六四事件嘅相片。喺6月5號最後一次更新 Twitter 之後就失去聯絡至今。1989年，中國首都北京等地爆發示威，要求民主改革同埋保障自由。中國政府之後頒令戒嚴，軍隊清場，歷時1個幾月嘅8·9民運喺6月4號以血腥鎮壓落幕，死者人數估計有幾百或至幾千人。外媒多稱之為天安門鎮壓或者天安門屠城。蜂巢電視記者胡力維文報導。